接下来继续听听玉米老师来做运动哦。人家这个运动做乜嘅呢？做老太家强强提升免疫系统，规身呢从肩头、野尾、脚，就做很多运动哦。呀，四个运动哈，係啊上師仁波切，佢去喜馬拉雅山洞，到印度的山洞，自個都給山洞行閉關，身體硬高體啦，身體全部都已經試到講冇能量嘅，佢自個設計的動作，然後玉米老師搞的瑜伽動作一模一樣，玉米老師是懂感動，係啊上師呢講來安樣嘅解脫痛苦，安樣嘅身體健康、身心靈健康嘅，安尼上師呢，佢也會做安尼運動哦，故說相親朋友，更要講做慢慢的做，輕輕的做，做些動簡單的做，舉起你的雙手，動起你的雙腳，就帶來免疫系統的增強。天呢，腳打開來，腳打開來，雙手叉腰，咁樣嘅做呢，也會轉過來，也會轉過來，先轉也會哦，也會轉過來，肩頭往下，吐氣，慢慢的吸氣，行起來。聽你看啊，也會轉，向一邊哦。你向一邊的時候，還沒試到，也會是做到的。慢慢的肩頭吐氣，下去，慢慢的吸氣上來。做很簡單哦，一天的動作啊，你聽下來做先看腳比那個師傅的寬度較大。打開來，各位不內八，按你去外八，外八我做唔到嘢喂，不內八不外八，腳平行起張來，各位手叉腰，轉嘢喂，肩頭下來吐氣，吸氣，轉過來，鄉親朋友，享受哦，享受你身體，享受你個伸展，吐氣。慢慢的吸氣，記得咯，轉腰的時候呢，右肩頭向前面，左肩頭向後背，按你這樣會開胸啊，多啲啊，慢慢的吸氣轉來，過得咯，過來，腰會轉過來哦，有看到冇？一肩頭向下背，右邊向後背吐氣，慢慢的吸氣轉來。轉身，吐氣，吸氣，轉身。那也會轉動啊，轉唔過人轉，也許你轉到呀，做得轉到呀，正向右側，過夜按呢，吐氣，過來，慢慢吸氣，那加強了轉過來，轉到左邊，右手向前。慢慢的吸氣，轉來，個手叉腰，對呀，轉好了些，你看也會整個身體起張了些，轉過來了，轉過來，向前，你的加強版，你就來到呀，幾條筋呢，吹氣，慢慢的吸氣，轉來，因為老師個呼吸改多，就用腳的快動作，吐，吸，回，2吐，吸，回，3吐，吸，回，4吐，記得了，肩頭，按你做松用氣，你看，你就做得按呢，吐氣，吸氣，慢慢的上來，轉來。你當羨慕我啊，身體很嚴肅，你就當一練咯，輕輕吐氣，真的，下來吐氣，你就可以按呢，吸氣，上來，也就可以你做好嘢，腰會咪動鬆，肩頭咪打開來，也係聽的動作啊，聽的動作，腳並起來。特別你骨盤就係按你起張張咩，也係按你交叉踩過來，右腳到前面，左腳到後背，按你可以起張來，你就可以調整你的骨盤，
可以调整你的骨盘，可以按摩到对方的淋巴系统个腺体。好，吸气，打开来。好，手慢慢的上来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往前，往前。好，你假使多呀，你就停多呀。好，可以的话，搁下去，搁下去，搁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吐气。好，不用多呀。好，因为老师都顺风哦，要多呀不能看。好，慢慢的吐气下来。好，吸气。好，手叉腰。好，慢慢的上来。好，上来。好，乡亲朋友不要担心哈，不是担心哈。我知道讲，老师我做唔到按多呢，哈，因为老师也做简单版的本看啦哈。你先松松啊，松松啊，松松啊，哈，安尼本看哈，你起上来去，哈，左脚天天呢，不用到右脚顺风，好，安尼起上来。各位呢，下去的呢，你做可以做的哈，一吸吸的做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扩胸，好，往外往上，好，你吸吸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你做唔得做多了，停多了，你还做得的话，好，过下去。好，过下去哦，要按摩人内脏哦，可以提升人免疫系统。好，你看人肚子平常啊，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，你就按你五脏六腑就挂在里面。好，前弯，吐气。好，慢慢的吸气。好，慢慢的上来，慢慢的上来。好，乡亲朋友，其实呢，运动啊。这个做瑜伽去也系运动，尽量莫讲话。因为老师呢要教大家，要做示范，要用讲的，要本堂的事，又要本强下做，你就会讲又很开，要费力气。不过我还能强样做得到。好，故说呢，平常的时候呢，体力冇训练啊，你正经讲，你做乜嘅嘢，要出国啦，好，也有瘦有冷啊，很多啊，乜嘅你就。冇体力的咩，你就会吃到讲，就缺呀，难的，你就冇办法做。佢说，因为老师按你动作，你假使冇办法做，你就按呢，1转来，2转来，3，你就按你同脚啊，你同脚唔系咪同到人淋巴系统？好，人淋巴系统系咪做按摩到的？又抬腿又不用，种，你就起车。好，你就冇办法讲，平常冇安尼习惯，所以因为老师有瑜伽的习惯，随时就可以运动，有嘛哈？安尼，1转来，2转来，有嘛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有嘛？安尼，好，脚踏过来去，你可以加强，好数，好加强向东方。也一下淋巴，好，身体脊椎，当简单啊！你身体做一个安尼脊椎两个个四个脚，好，也系听伊嘅动作啊！哈，第三个动作，脚打开来，左手叉腰，好，吸气，右手向右边来转来，好，转右嘅，好，吐气往前呢，好，慢慢的往一前呢，吸气上来。好，慢慢的，好，你做得的话，向后背，也加强的。你简单的，你就吐气下来，好，慢慢的上来，好，吸气上来。你简单的就多了就好。好，你看难得的那个加强些后背，后背，吐气下来。你做2、3多的就鬼死那好呢，好吸气，好慢慢的吐气，好不要轻松，好有右片就有左片哦，好吸气，好上来，同样哦，好转过来，好吐气，来下来，好慢慢的吸气，乡亲朋友，你可以做多呀就好诶，
好，玉梅老师做动久的啊，也会动顺溜的啊，好，本大家看，你可以慢慢的，好，按呢，转过来，吐气，好，不用看手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上来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不用看手，好，调呼吸一下。很多朋友，一道动作哈，係牙仁波切教我一道嘅，咩係牙瑜伽動作哈，就很簡單。最後一個動作就是吸氣，好，迎接朝陽，迎接太陽，迎接美好的一天。好，吐氣，把你的煩惱、把你的壓力釋放。好，吸氣。向前，跟牙仁波切講，佢喺度都洞穴度朋友嘛哈，一出來個山洞哈，哇，迎接朝陽，好神清氣爽，好吐氣，讓壓力疲勞吐氣釋放掉，吸氣上來，哇，好吐，好，做安尼啊，很親朋友呀。我做安尼動作嘢，我會想到我上司，嚇，我係想到我印度嘅老師，佢喺度當時都92歲、100歲，嚇，印度咩冇乜個藥嘅，嚇，就可以當用靠安尼運動增加人免疫力，增加人嘅抵抗力，嚇，帶給人每一個人身體健康，嚇，身體健康，嚇，10到100歲，咁樣運動做到了，記得當你做喲，安子說。